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梁卓偉話：煙癮等同毒癮，政府要透過加煙稅同埋戒煙服務，令到香港成為無煙城市。不過被議員同埋團體質疑政府空談目標，歧視煙民同埋打擊報販嘅生計。周月祥報導。預算案建議加煙稅，多個團體到立法會表達意見。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梁卓偉以毒癮嚟到形容煙癮，話香港要做無煙城，加稅係其中一個途徑。希望以多管齊下嘅措施，係可以將煙草嘅禍害呢啲嘅毒癮係減到最低，而我哋嘅長遠目標係希望香港係會變成一個無煙嘅社會。有議員質疑政府呢個無煙城目標只係得個講字。如果你咁注重呢一個嘅市民嘅健康，你應該不問階級、不問背景、不問種族、不問呢一個嘅出身，都要禁啊嘛。監房你就唔夠膽禁。如果真係咁好嘅，而你嘅長遠計劃係3年或者5年或者10年嘅咧，你唔怕㗎。你話而家就50蚊，如果我係3年後咧，我要成為無煙城市咧，我可能下年我就夠100蚊。如果報販係話俾我哋聽啊，呢幾樣係可以幫我哋揾得到多啲錢嘅，我哋係願意係去商討。你哋既然唔打擊嗰個酒，我建議俾報販賣酒咯。咁我哋解決我哋生活，我唔嘈㗎啦，就。梁卓偉又話：政府投放2倍嘅資源提供戒煙服務，成效良好。又強調私煙唔係替代品，海關會致力打擊。立寬頻電視記者周月祥報道。